唱念有特殊风格，创立口白歌的89岁念歌人江国宝杨秀卿老师，伫6月17过身。今日伫家人办一告别式，文化部长李永德代表总统蔡英文颁发备用令，感谢杨秀卿老师对念歌艺术的贡献，也强调会将念歌做数位化保存，让这项艺术会当继续传承落去。颁证褒扬令。文化部长李永德代表总统颁保用令，让一生为念歌走唱70多年的人间国宝杨秀卿老师。告别式伫咧13透早，家人设立殡仪馆举行，传统艺术界拢来致意，对老师学艺10多年的艺声特别唔甘。望着老师讲，即摆会行好，嘛看有，毋若讲会行会飞，真欢喜就对啊啦，嘿啦，无病无痛安尼。失眠佫毋捌字，结果上台了后呢，自头到尾全部押韵，这就是咱台湾的所谓的游唱诗人呐。人啊，靠运气咧，妈你叫我要点要倒，哎呀，我无法度咯。一款歌百款式，杨秀卿唔但是国宝级念歌艺术家，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者，伊也是口白歌的开创者。尤其一人变声演各种角色是上界红学路，文史界烦恼无文字的口白歌流失，呼吁政府紧保存。文化部会将伊迄个过去伫电台啦吼，伫各所在所表演的迄个作品吼，会收集起来吼，保存数位化吼，互少年吼会使有机会来学习。除了数位典藏老师表演过的内容，文化部也会办音乐会，纪念老师为土地、为文化的贴心。关系念歌保存再利用版权的议题，文艺界表示，是毋是向台湾共同文化财来做，后续会当来思考。记者阿敏晶曾派文，家人报道。